您来看看全球第一本原创的客家漫画《好客食府》，这一推出广受好评。因为整个的内容呢，是描述了一群客家青年打拼成为了料理达人的过程。创作者是客家子弟陈志龙，他以客家饮食文化为主轴，串起了包括了梦想、亲情还有爱情等元素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来看看这本融合了客家精神的漫画。以客家最传统的饮食文化当主轴，客家青年的梦想、亲情和友情，在陈志龙的笔下生动上演。获奖无数的客家籍漫画家陈志龙，在客委会的补助之下，完成了全球唯一的客家原创漫画。这是一本记录客家青年努力成为料理达人的青春故事。我觉得漫画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桥梁，它不管是在娱乐或者在知识方面，内容以青少年为出发点，让他们不知不觉中去吸收这个我们属于客家的文化。只是要完整展现客家料理精髓，陈志龙花了很大功夫。他四处品尝道地的客家菜，也请教许多客家大厨，还把拍回来的照片，就是希望自己画出来的客家菜不会走味。像这一道我们画那个客家的文控肉这一道，其实这一张图现在看到的，它已经是第三次作画了。就前面画的我们还是觉得不够好，就再把它重新再来，花了很多的功夫。而为了让客家的风景名胜一景一物也活生生地走进他的漫画书里，他还亲自走访客家庄。像北部的地区，我就专程到那边去取材，所以他，比如说这张是他的那个我们当初拍摄的照片，那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制作成漫画的格式。生动有趣的内容不只介绍客家文化、客家饮食，他也希望传递客家精神，所以每一章节的尾声，他都会用客家谚语当结语。90朋友，千言万语。吞20朋友，3言容易，这个意思，相信一般人就很容易了解。用心也用功，陈志龙身为客家子弟，他希望把走访客庄的感动都投注在人物角色当中。我相信客家人看到这部漫画，一定会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，因为很难想象我们的文化可以透过这种的形式把它传达出来。陈志龙不但在漫画界发光发热，他好几套的漫画书甚至都行销海外，打响名号。因为他说他有不放弃的客家精神。我记得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决定的当漫画家，可是当我决定的那一刻呢，我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了。就国中那整整2年半的时间，没有一天有停止，就连到毕业旅行的时候，我都还把纸张带着，因为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漫画家。靠着应景精神，陈志龙突破难关，撑过辛苦的学徒岁月。而现在，他要把对客家的这份热爱注入漫画，让年轻人更容易亲近客家。客庄的景物鲜活，客家的料理飘香，属于客家的一切构筑陈志龙的漫画城堡。客家子弟一笔一画，画出传承客家的坚持，也画出感动时刻。